点进嘅街路，淳朴嘅气味，细进地图偏湿嘅感觉，本人亦行落呢位，眼皮感受出一种舒爽嘅安详。新竹人网山乡嘅九站头，係一隻可以啃超過100年嘅西裝頭。除了日是傳統農業到生產力個生法，呢位咪係網山鄉嘅行政中心，不論鄉公所、衛生所、代表會，通通都喺呢位。包只要是2包大白菜啦，呢個花菜啦。可能你聽過九站頭，可能你根本唔是聽過，不過你一聽好奇。呢位樣板會按照九站頭呢？家長眼睛之一，聽講係最早嘅頭牌之前，呢位上任嘅貴片嘅九站樹。不過佢本人意思係九站頭樣板總係本人喊做九站頭呢。新竹人網山鄉嘅行政中心呢位大家喊佢按照九站頭。聽講係100年前呢位要遷到嘅九站樹，所以喊叫咧大家喊佢按照九站頭。不過明明係九站樹啊，因為經過很多年之後，才變做九站頭呢。九站頭係講透過總統都係九站樹啊。目前咧九站樹目前入呢一種係樹種，所以咧九站樹啊，我都比較可靠嘅呢一種係考據比較能夠讓大家信服嘅就係九站樹啊。所以講個樹名係按照九站樹，唔係九站樹，唔係九站頭，按照九站頭，因為九啦九哈，因為啲都一般行業講為啥把為則寫音哈，我應該講盡外家，我係來盡外家，唔係我係盡外家哈，所以就用因為咁樣嘅誤錯嘅為數啦，誤解啦哈。而家口音甜甜哈，找頭利很多，九站頭，或是九中頭等等咁樣嘅講法。不論係途徑改變，也係歷史演進，既然係傳說，提名樣板托，從人咪是做得青菜人格字，喺其裡面上東鄉內灣清泉嘅九站頭，除了提名聲人好奇，佢嘅傳奇，還拿到係來自順頭倆錯，唔樣板大眼嘅羅火車頭。位在內灣基線，看起來前橋了嘅九站頭車站，你下半推鐵實停咗建議車頭，韓國嘅車輛都係靠入火車。雖然車站順頭站風活動都已經係嘈弄弄，檢票橋欄杆未已經前橋冇章開始上路。不過看一下資料，呢位是適合台灣第2台貨運量嘅火車頭。1956年12月開始設立，到2001年9月初一改做建設站。九站頭車站50年嘅好貢獻，最主要就係順頭發落嘅水泥廠貨運業務。尤其看一下熱台順頭，嚟到超過8條嘅鐵路規模，就做得啲。該兩市嘅九站頭車站，僅僅係熱點台站。急站嚟先嗬，甚至有2隻站長，哦。有你觸動我嚟講，係冇呢嘅車頭啊，普通頭牌車，所以一隻站添咯，冇依個喎，啲急站哦，非常。東西呢邊係一隻石炭，又係水泥濕散體嗬，濕散體係時，所以講東西呢九站頭呢，雖然一隻細車頭，麻雀雖小，但是五廠非常嘅健全哈，所以九站頭因為呢啲鐵路基線哈，是一隻站中當中非常有名嘅一隻九站頭車站。因為貨運量動態，因車出入聽得多，舊咧開店做生意嘅未見到見多。車站順頭甚至幾隻網山鄉，未對政府按樣鬧熱起來，連帶還發展咧本地嘅經濟。火車哈，一隻內灣都新竹嘅啊，就每天都很熱鬧，都很多人上下，遇到人啦，要生意做生意嘅人也易好啦，嗰樣是車也當多，水泥車也當多，咁樣嗬，你喺度車嘅嗬，變到車太路。很差片，嗰差感應特別一個拖拉機話，一個人哈停車就一隻死叉子，2隻拿去，2萬多人呀，係啊，都
就暗家春堂节闹热呢。该两市嘅车站老西中头做得放心加10年，24个就会顺头，来日动，看起来十分壮观嘅水奶厂。是几只台湾甚至青岛亚洲国家都需要佢出口来填收建设，所以九站头嘅发展當然係最直接受影響。向日前事情總係有兩種影響，因為水奶廠九站頭順頭嘅屋，前多年來未欠呢熱稱盤嘅灰，係講兩算水奶工業嘅特色，係用發展經濟嘅代價，其實未動態。เขาเท่าไรแล้วนายฝนเราที่ห้องอ่ะวันสุนพูนเนี่ยที่ไหนอ่ะจิบก็วูเนี่ยกันนายฝนอ่ะขอนได้เนี่ยเท่ากับว่ามุจุตามคอยจะหาฟงจะลอยอ่ะเท่าไป上口也好下口也好響到街啊嘅田係目之攬間因為該用心動態該係空氣嘅污染嚟防止冇人煙跳所以咧該捏作拍嘅三十號冇想講捏作嘅污水嚟散拍下個是變拍嘅路面啊、天線啊，比如講佢嘅收支每人抬條，佢到一差唔多時間過啊，佢變收支工人抬條。上到路口牌，大家肯係記憶清楚，不過唔啲人個歡喜也係煩惱係係。因為水奶出產已經冇從頭牌安排，一下九站頭雖然已經冇從頭牌茫幾片，不過相對經濟發展未完全停下來。唔但將街路巷冷清，車頭未變做無人中介，建議西站。頭牌是全台灣第2台貨運列車站嘅九站頭，在經過幾十年嘅運轉過後，一下已經變做一隻無人中嘅造貨站。不過，在經過按多年嘅歷史風化過後，咁講就咁樣天天咧同風體起碼。當然唔係，一下嘅地方人士嘅結合下，一下係全新嘅推動，變做一隻100開始嘅歷史車頭。何講緊總係會過去，歷史實係唔會消失。經過幾十年嘅無限運轉過後，雖然兩下嘅九站頭車站時間表等現時冇叫變差，熱台未衝頭空無人，不過係未做得將記憶變做實際，甚至結合內灣觀光，本羅車頭重現前多年盡地嘅規劃。做一家展運站啊，準備展運，因為現在全部係鐵路嘅土地，所以呢係咪展運站差一些，內陸也比好，啊，內陸也比好坐火車，你比地板。繞到可以咧，等到因為地盤啊，停車場冇辦法，所以天天呢面前的幾隻小車站，美化、美化，甚至要改造，啊，活化的車站的一個地方產業文化，陸續續亞鐵路局陸續在那邊啊整建中。雖然啲人口冇咁多，和輸人量冇咁大時間。冇講將了時代廢棄哈，前好嘅呢種係車頭嘅歷史啊，嘅古蹟能夠保留完整，不然你後台子孫仍然可以提自家做一隻百年。是係全台灣第2台貨運量嘅車頭，係講做得重新改造，表現特有嘅水奶文化，變做新嘅觀光景點，絕對係鄉親歡喜嘅事情。看到九站頭那一片，掠到調到半空中，來回運送燃料幾十年嘅水奶調查，其實未係掠回，也係講網上嘅熱態特色。尤其對當地人來講，該是係一隻人上動情嘅記憶。該當地人講那個經驗，特別我細嘅時間都學到讀書，該就流動站做好，站都該做嚇，因為我讀民國53年讀。52年讀小學，53年讀小學嘅嚇，你下巴人是咪聽到？響砰個流浪跌下來，嚇跌下來跌，計連米啊連個茶櫃下就跌下來。比如有啲嘢啦，佢係講天氣嘅時節，我哋就當上乜嘅做地樓呢就流浪機嘅架鐵塔，
基础性母校好掉，係唔係做得做一隻簡單呢？從因空中嘅難查咯，嚇。確實係講做得結合舊棧頭文化財產，一條10公里長，專門用來運送水泥燃料嘅調查，應該係一隻唔會難嘅特別景點。不過開發超過20世紀嘅領域，當然唔會只有商業特色。喺那當然唔啲係，可能係兩件抗毒路街順頭外觀是220棟大嘅山坡廟。林感通也就係當地鄉親講嘅山坡廟，聽講早到清朝嘉慶年間就已經出現，原因係因為該兩市種下冇先生只有山坡。包門鄉親為了感染一屆接生過千多歐亞嘅祖山寺，所以寺廟來拜，便變作少見嘅地方文化，從頭下來各地民眾來拜。你喺山坡廟嚟講啊，係你台灣嚟講也冇啊，因為當然是聽到講，舊棧頭只有兩人嘅山坡廟，喺呢度下時候嚟看一下哦，到底兩樣班人為安定哈。所有的參拜人呀，產婦啊，梗係啦，台獨師也好啦，嚇，成人咧也好啦，幾多會來，幾多會保護啦。除了參拜山坡廟，為了發展舊棧頭兩項鐵有民宿，地方有心嘅人，還製作出令大家都想舊嘅電影式成人公園。除了有保留意義，還做得推銷在地嘅文化特色。錢啊，頭擺個成人咧，呢種咁樣嘅錢。咁我喺度啥是改到了，80年嘅時間，然後我舊棧頭文化協會推廣嘅時候，到佢做了一個舊娃娃，哈，舊娃娃本來成人都戴嘅，啊，就是戴了舊娃娃是從因平安嘅意思啦。用金陽版為按照舊娃娃呢，佢係聽嗌做係舊棧頭嘅地名上，市面上你要講聽了舊娃娃也沒有，只有是用喺度上嘅文化。屬於舊棧頭嘅成人公園，喺感受鄉路過後，本參拜嘅人大能祝福，咪體驗咧歷史風情。不過傳承文化就唔得使得大街路行，學校地圖咪真得嘅進行，尤其十分鄉土味嘅草編藝術。睇下看你大不哈？你按到廿不超個，你按到光係啊，佢有3批嘛哈，離開來只有2批廿不幾光係啊。你是全部光到廿不從下離開來，變成原本1批1批按樣嘅廿不，你總共有10批。現代嘅產業愛在線，強讓順路主講機制嘅，還那做唔得錢財fit貼，當地文化人士透過學校鄉土教學，行遍咧大家學校，就係希望將有意義嘅草編傳承到下一代。從今日到時我做呢啲老嘅也好，即係講今日做其他嘅，應用我講做嘅其他動作好啦，喺特別農業社會當中，現在就要睇應到時我做啦。問題啲啊講，要拿到我講都冇咁簡單，你冇做呢啲東西會搞哈，所以是講老特別客家嘅東西嚴重嚟啦。路頭擺嘅上義，全台嘅產業文化，喺全國遷到歷史小景地圖，舊棧頭嘅地位可能喺當時。不過喺當地鄉親有心推動，喺個用心規劃下，一隻創新嘅水泥廠特色時裝頭，可能前腳就做得本大家看到。